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的警方抓到跨国洗钱的集团。这个集团专门替泰国甲越南的跋筊网站来洗钱，洗钱的金额超过23亿。若手续费相关是抽0.15%，不法的所得都有2778万。因专门拢经一寡透天厝来做机房，而且佫伫个外口的走廊来拍囡仔的衫裤甲袜仔。都是为着要来闪警察。交际远景冲入去透天面体，一路冲推2楼，锁定这间房间。远景大力将房间门弄开。警察啦！内底人阁想要将门锁起来，我要互远景入去。远景开伫下天子的走廊，佮伊伫拍伫走廊的衫扎着细线，这个衫真济，有囡仔的衫、袜仔甲红仔。无讲，佮真正的掠准，这只是普通的人家厝。也毋过其实，警察会锁定这间房间，是因为嫌犯将这当作是境外跋筊网站洗钱转销的机房。另外，这间公寓的房间嘛，封改做转销的机房。骨内底电脑全部都含泰国甲越南的口子连线。嫌犯专门替泰国含越南的跋筊网站做境外交开签缴，佮将泰国的人头口子提来洗钱，专供泰国及越南国际集团做洗钱使用。那目前监控到犯嫌是没有特别的语言专长，那因为他们入出金都是以金额数量为主。警方侦破泰国甲越南洗钱的集团，查出干了泰国都协助洗4亿6800万的新台票，越南的跋筊网站金流更较大条，洗18亿4900多万的新台票。嫌犯对中抽0.15%，不法的所得嘛有2778万。主嫌甲共犯拢总10个人，拢总互警方抓到，依法上班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